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咱就开始咯。好咯，过来咯。来，大家好。你好，我是阿德。同款咱反正伫要开始进前，拢会猛开讲。即个有两个代志想要甲大家来猛开讲一下。头一个代志是即个素还真。我讲到布袋戏去啊。无错，素还真的电影，即个国历的正月28就开始伫咧电影院拢看会到。我其实头一工我就去看。这骨力啦。毕竟我嘛是看过真长时间的布袋戏。对。我大学的时阵我拢去租片。做迄个 DVD， 迄时阵已经是 DVD 甲 VCD 拢有啊。本来伊就是即个录影带啦，因兜即霹雳伫做即个物件做真久啊。但我家己真正正式有伫租片来看，其实是甲大学的时阵才有去租。而且重点是即个去租片吼，我会去当时我会去网络顶悬找一寡即个片段，精彩的片段，我能甲掠落来，掠落来了，看我伫个电脑内底欣赏，就因为就介意看布袋。若有朋友大学的朋友来即个宿舍找我的时阵，我就强迫因坐伫遐，陪我甲所有我收集的片段，我全部看过一遍。不过你看即个所在吼，伊就是安那吼，然后甲解说剧情，你知道？因为你看一个片段，毋知发生什么代志啊。较慢你免来赶紧。因为大家伊故事足长的吼，像素还真的故事就霹雳即个故事一路过来吼，已经才几了10年啊，所以故事遮长的情形下，你要解说就歹解说，所以我有你若敢若看一个片段，你毋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我就会讲你看你这个片段吼，就是除了精彩以外，就是像到安那，伊就可能2点钟拢坐伫遐袂走闪哩。我伊个较早同学来这宿舍找我就可怜的，我就一直甲苦读安尼，去听这个片段。但我相信对所有即个霹雳的戏迷吼，霹雳布袋戏的戏迷来讲，应该拢会看到以素还真为主角的布袋戏电影出来。你像咱的传艺遐，拢有迄个cosplay 啊。cosplay， 对，有一寡活动的时阵真济咧。主要是伊遐嘛有一个霹雳的即个精品馆吼，就是专门卖因兜专门的物件、授权的专属的物件。但是主要是讲，对所有霹雳戏迷来讲，拢是共款。我相信知影讲，素还真总算要拍电影，拢真欢喜吼，拢希望讲会使到剧场去甲电影院啦，当然做电影院啦，过去嘛是讲剧场啦，戏院吼，戏院较接讲戏院。我最近讲戏院、戏院吼，当我是讲话，有时甲人讲，我要去，我去戏院看戏，人。听无我伫讲啥，知影想讲，哪有人安尼讲？对啦，一般即马现代是拢讲电影院较济啦。对啦，但是我是较古早，较古早的讲法。但我有当时会讲戏院咧，我会惯势讲戏院咧，我嘛毋知是安那，毋知倒遐学来，我就惯势讲戏院。受老岁的影响就讲遮老的事安尼，打真少人讲要去戏院看戏，拢讲去电影院看戏安尼。问题是，比如讲宜兰来讲，罗东吼，宜兰罗东的即个电影院叫做友爱，毋是友爱，叫做啥物？日新戏院，人都做戏院啊。有吗？我毋知咧。日新有伫哩啊，所以日新戏院吼，人都做戏院啊，我就对你讲戏院啊。我细汉就是去看时就是安尼啊。迄是安尼讲无毋对，因为伊本身就写戏院啊。其实咱虽然讲电影院，但是有搭一个电影院真正好名做电影院无？敢若无咧。无啦。比如讲，若宜兰市啊是有即个友爱，嘛是戏院啊。对无？伊是写友爱戏院，毋是友爱电影院。我无去看。还有即个
像另外一间较大间，就是即、个新月蓝城对无？就是蓝城新月吧。嘿，共款就是即个新月影城伊的电影院叫做新月影城是影城所以自头到尾我拢无看到写电影院啥啦，大家拢无讲电影院。习惯吧，我毋知，反正我就是习惯的讲戏院啦，惯势的关系，我讲戏院。对啦，我个人的习惯重点是因为看到即个专工去看素还真的电影伊头一工上档我就随去看，就想要甲支持者。粉丝啊毕竟素还真伫咧正剧内底就是霹雳个正剧内底已经差不多5档无出现啦。一个主角是45档，我嘛是感觉真厉害。有困难。当然讲实在，我嘛有一段时间几年无看啦，第一就是真正足无用诶，第二是都无素还真。当然真侪原因啦，迄毋管。总共一句就是，既然看到伊电影出来，就真欢喜，想要去看，去甲支持。那当然一开始就心内有暗算知影讲，这主要应该因为已经头前做真侪宣传啊，为宣传的内容内底会使看会出来讲，伊真正的目标毋是过去的戏迷，伊是希望因为当伊即个出租即个影片的事业是一定会慢慢啦萎缩，因为大家当看物件的方式毋是安尼啊，等于嘛要宣传啦，所以伊嘛伫面临着讲，伊必须要调整伊经营的方式，那要安怎去找着新的观众、新的少年人愿意来看即个物件，所以伊的做法嘛开始无共款。我本来嘛有即个嘛知有即个代志啦，只是讲实际上去看，真正会感受着讲伊真正毋是要翕互老戏迷看，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一款表现的方式。有好有歹，就是有的所在我袂歹，有的所在我讲这个所在我无介意，嘛拢有。我相信嘛真济，你若是当时有伫听，有伫看布袋戏的人，可能嘛有你家己的想法，讲导演互你足生气的做干那啥啦有的所在讲真好无一定。拍成电影甲你普通人的感受一定无共款。有真济所在是甲咱一般看布袋戏无共款。那毋管咱讲，伊总算是做出一部电影。那以我来讲，我是认为讲，毋管你本身是毋是戏迷，有伫看布袋戏无，你会使甲当做一款咱讲动画，就是红仔的即款你要讲动画嘛会使，就是影片电影，来互大家欣赏，无一定爱甲当做布袋戏，你的想法会使搁较开阔一寡，所以就是嘛建议讲，我毋知咱播出的时阵到底是搁有伫戏内底伫播出无这我无了解，但是若有，毋管你是毋是戏迷啦，我拢建议讲，大家会使亲身亲眼去见证一个台湾的一个毋管你要讲是台湾的文化，无共款布袋戏，就是台湾的文化，或者是原来台湾的即个技术会使做到什么程度，伊确实是有伊厉害的所在。拢带你大家来去甲看一个，去甲支持一个，嘛希望讲伊继续后几部，因为看起来目前拄好拄着疫情过年期间拄好拄着疫情有一寡无稳定，所以我嘛知影讲，即个票房可能嘛会受到影响。当然希望讲，确实拍电影，我知伊是上亿，即个真辛苦啦。即个即个经费至少嘛是上亿啦，所以要回本身就是已经真困难，算讲真正是甘愿开啦。那咱有法度支持就支持，嘛希望讲好支持，迄嘛是种鼓励啦。毋管你看了有介意无介意，我相信你拢袂感觉讲无价值即个电影票钱，袂有即个问题。值回票价啦。我认为毋管咱总是有介意的所在，甲无介意的所在。但是我认为伊有即个价值，你会使去看一下，只要有机会拢会使去看一下安尼。这是第一我想要讲的代志。第二个就是，其实我拄则嘛有伫甲你讨论即个问题啦，就是甲台文较有关系。当初是要做台语的故事的时阵，我都已经有即个心理准备，就是讲，若是要来写甲台语有关系的物件，一定以目前台语界的现象来讲，一定有真济会乱想。咱莫讲争执啦，应该讲有真济讨论真济人因为为无共款的角度来出发。伊的想法，伊的看法，一定拢是无共款，这是正常的。每人的想法啦，那可能拢共款呢。对，钱有米饲饱用人嘛，所以这是最正常的代志。这我倒是感觉我无要紧，只是讲确实真济啦。比如讲，我定伫咧写 Facebook，我会写主要就是希望讲
除了听声以外，你若有兴趣搁较了解，也是或者是我伫咧咱录音的过程中，我无法度全部补充入的物件，我会使伫咧用写的方式，互大家看着做参考。那有当时因为飘音的关系，因为为着互大家知影讲即个字安怎念，我总是会飘音互大家看。那飘音当然教育部有一个建议的方式，当时，但是对我来讲，我讲即个物件观念，我是安尼，过去伫咧国民政府的时代，公布了后，因为为着要推行即个咱讲过去讲国语啦，就是咱讲华语独尊的关系，其他的语言有受到即个打压。我相信你的年代应该嘛捌经历过讲即个讲台语爱罚钱，对，挂告牌啊，我是无经历过，但是我知影即个代志。我无啥物甲，我是我可能嘛无遐严重，但是有要求就对啊。啦，实际上是安尼啦。毋过阮的年代就敢若印象无介市，无遐严格啦。但是伊总是一款打压，所以有一事啊啦，所以变成讲伊就是独尊，咱当过去讲国语，较当讲华语，即个语言咱莫讲打压啦，你讲平你拢所有学生伫遮吼，你讲台语人嘛听无啊，所以你就自然你就拢会讲国语啊。但是你在想讲，比如讲你住的所在，谁若你讲台语，别人会听无？这是足奇怪，咱遮无偌济外省因为迄阵阵当就是鼓励拢逐个讲华语，所以这就是政策的问题所以有独尊的问题，就是讲以打一个为主。你有足好听的嘛？你有足简单，就是讲希望所有人拢有共款一个语言通互通，当然有即款的讲法。这是 OK 啦。但是咱当嘛知影讲比如讲咱当的政府甲讲即个国语定成所有台湾的语言拢是国语，拢是即个国家的语言，毋是讲打一个特别伟大的，打一个特别重要，这是较有包容性的做法，甲过去的想法是无共款。那咱伫推广台语、推广家己的母语的时阵，是毋是又搁要甲过去共款讲所以咱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办法，像过去的国语共款，其他的标法，比如讲即个像宜兰第7条，真侪字，比如讲咱会讨论着食即个字。要食无？咱绝对袂安尼讲。宜兰无咧讲食，宜兰绝对无人会甲你讲食。你只要伫咧宜兰讲出食即个字，保证所有人都知你是外地人。对，外地高雄迄方面倒去南部过来食会安尼讲。所以因为口音嘛。所以对我来讲，我的人生当中无食即个字，我伫讲一定是食。阮来讲是。专庭虽然伊是标注伫咧即个伫咧教育部的即个书典内底是标注伫咧第8条，伊内底嘛是一个写方言就是讲若无共款所在腔口，伊伫咧宜兰腔的部分是标第7条是无毋对。那我目前的做法就是讲好，既然有一个建议的写法，我同样我会写伫顶悬写建议的写法，但是我边仔我认为讲即个字对我来讲特别重要，我日常定伫用，我无希望即个字的假字发音的方式消失，我都会挑工搁加标注一个第7条。那当然其实一直以来，讲遮宜兰的讲法就是食啦。那一直以来其实拢会有人来提出疑问啦。咱莫讲质疑，就是讲提出疑问，就是认为讲，毋管伊是念起来啥物形，伊既然标准是写第8条，咱就应该写第8条啊。迄是讲法的腔口差，应该是莫遐严格啦。这是我想我的理念是安尼，就是讲。我会使接受即件代志，讲有一个标准对逐个，尤其是学台语的人来讲方便。尤其你台语若讲毋是像咱正母语，就是讲我自细汉我就会使安尼讲，慢慢大汉的来讲，确实是有一个方便的所在。但是是毋是咱甲过去迄款有一项物件独尊的即款想法，一定爱维持即个做法，还是讲有其他的可能性无？我讲这是咱来去想看觅的。譬如讲，因为有一个问题，譬如讲宜兰的囡仔。过去若在你的母语，我想讲的是母语在你的母语，你的食就是一定念食。对。但是你比如讲你的爸母，当已经是袂晓讲台语的，你学台语为倒位来，为学校来的，学校甲你教就是伊写第8条。请问你到时阵教出来，你是会晓讲食还是讲食？当然学校你学校学当然是学学校的话学校一定上标准的做法，就变成食。迄是因为即嘛。你讲教育部的一点嘛，但是建议，咱其实嘛是写建议写建议所以若讲建议，安尼就拢通啊。所以我意思是讲，比如讲你是宜兰的囡仔，那你伫学校学着的，
伊标准就是甲你写第8条，你自伊若讲然学的就是这。伊出来甲厝诶爸母袂讲，问题是爸母袂晓讲台袂晓讲，啊你语，即个厝边嘛情形，会感觉奇怪呢。伊袂去甲厝边仔讲台语啊。安尼所以都变讲宜兰腔，其实对任何县市拢共款，你在地诶腔口会伫即个标准下消失了足紧诶。因为咱诶现实情形就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对着因老爸老母学台语或者学母语，毋是安尼安尼你若要学来诶。讲母音，安尼就走前去安尼，因为你母音就是讲，因为你即个环境对啊。啊，也就是讲你学诶台语，甲你诶环境无关系，迄毋是你诶台语。对，因为你就所以本身即个所在讲诶无对，共嘛。所以这是安那我是安那伫咧写遮诶物件诶时阵吼，伫 Facebook 顶管，因为有真济咱讲上间啊，或者是讲个起来话也是啥，我会甲逐个分享遮诶物件，我定定会挑讲某几个字，毋是全部啦，我嘛毋是讲第8条全部拢摕掉，毋是即个，毋是安尼，或是某几个字有伊诶原则啦，即阮都无伫遮详细介绍，因为变成讲拢是教即个语言学上复杂啊吼。就是某几个字，我认为我若是在宜兰人诶立场，我就是宜兰人嘛，我即个物件无想要摕掉，这是我诶家一个特性吼。所以某几个字，我就是无希望伊敢若飘第8音，我希望互人知影讲我宜兰是安尼讲诶。毕竟我就是为宜兰来出发来，所以我就是要写即个第7条，搁另外加注，我嘛无甲第8条摕掉，但是第7条我嘛搁加落。看一点来讲吼，一点嘛是叫做推荐。并无假死诶，讲你所有诶拢爱用安尼，对啊，所以我诶想法就是安尼。当然我定会拄着有人来质疑讲你是安那，当我莫讲质疑，就是有来提出疑问讲是安那你无维持第8条好。我诶原因是安尼吼，我认为讲台语即个物件过去既然知影讲受着单独一个语言为准是有一个真大诶问题。咱台语要推广要复兴，应该爱搁去想甲过去。推广所有的国语无共款的做法，搁较多元，搁较包容，搁较会多元化，会使考虑着讲，咱要安怎甲每一个所在在地的腔口保存落来，保留落来，甚至伫写的时阵嘛，无一定要一个统一标准是，我写的时阵嘛是会使表现，我连写字都表现出我家己在地的腔口。我讲这些是趣味的所在，台语会变甲人无共款。我讲这才是好耍的所在啦，所以是安那我坚持定定讲。我三不五时会拄着人来问即个问题，我嘛讲实在，我嘛应该小可忝嘛，但是毋捌真正正式伫咧伫咧即个声音当中做一个回答吼，所以我嘛，即我嘛毋知所有提出疑问的人是敢若看字毋捌听过频道，还是讲我毋管吼，就是嘛伫咧声音频道内底，互大家有一个概念啦。无啦，你若讲像安尼写，你因为是宜兰人，所以你写宜兰的母语。应该是安尼讲。那高雄呢，伊嘛是写伊高雄的母语啊，你介意安怎写你就安怎写。对，台中写因的但是啦，讲出来拢会通啦。你若要去考试，我拢无意见。当然考试你就爱照考试总是因为歹处理，你就爱安那，你就安那，我毋管。但是在我家己来写，因为我毋是伫教你安那考试。咱若伫讲话伫开讲，迄就袂要紧啦。我毋是伫教你安那考试，我是要互你知影我安那讲。我的讲法是啥物？是以有自我出发的，毋是讲啥物物件拢是全部通行的，毋免。但是我的想法、我的出发、我的经验、我的发音、我的咬字、我的腔口，因为对我即个环境是，所以我伫写的物件，连文字我都希望带有即款的特性。这就是我的环境嘛。这就是我特别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所以大家若有兴趣的时阵，你其实会使去想看觅，家己去想看觅，讲对凡世有无共款的可能性。或者我想甲你想个无共款，但是我讲拢不要紧。请多多包容。真的，因为每人的口音无共啦。你像讲我定讲阮丈啊，阮丈啊，伫台南，我嘛会甲伊讲你有丈啊，无阮这是姨丈。伫伊遐，阮就对伊的口音姨丈。对啊，伊是姨丈。我写来讲，我嘛会使讲说，阮即边是姨丈来台南遐，阮迄姨丈，我就用姨丈。对啊，你想看觅伊若是伫写漂音的时阵，你发现伊写姨丈，毋是姨丈，我就讲我知影这台南人，江埔腔我就讲足趣味的，这台南人写的足古锥的。我落去，我嘛是讲姨丈。无阮这是一般咱就讲姨丈，阮毋来伊一个姨丈尔嘛，阮即边遮嘛有嘛，阮即边遮阮就直接姨丈，落去台南就姨丈，对啊，就不一样。所以我甚至我讲即款特性会使甲写伫咧文字内底嘛，我是感觉真趣味啦。
恁了讲即个话哦，安尼哦，我会感觉好奇、好闲，像因了讲好闲。嘿，但是咱家己都无安尼我讲，袂晓安尼讲，我是即马了到学的啊。对啊，这就是好耍的所在啦。大家互相研究啦，安尼好，尔啦。咱头前就讲较长啊。好，你有啥物要讲的代志？无啦，你安尼讲袂完，时间伤长，好。来进入咱的正题吼，即个天国宴吼，天国宴做袂了安尼，袂啦，得要结束啊，得要结束啊吼。即个咱这一集就是先赶快前情提要者，顶届就讲即个味道酒啦，赶较紧啦。嘿，就是一言逼一言吼，最后即个霸价天国的即个问题，又搁落到了味道酒的身上吼，原本就伫伊身上啦，甲当个武规连片嘛是又搁在伊身上，嘿吼，所以但是唐太宗当然至少伊知影讲，这过程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以及讲啊，确实君臣定定拢敢若讲一寡好听话，这是爱足注意的吼。无到时伊的即个地理可能就愈来愈败坏吼，伊就烦恼这件代志。所以唐太宗回到了行宫了，伊一样就伫烦恼讲官方腐败吼，就是咧官方腐败，就是即个风气无好就对啊。既然无天鹅，到底是要安怎办即个天鹅宴呢？吼，伊嘛是有伫烦恼啦，总袂使讲迄出去就无代志啊。这时阵咱就看到杨淑妃出来啊，就是即个爱妃进前差要食天鹅肉的即个吼，伊看皇帝一个人伫遐摇头甲面摇面干吼，都感觉讲奇怪咧，我想讲就来去甲伊开讲一下吼，想讲看皇帝心情敢若无介好。问题是吼，伊讲天讲地讲后遐甲饭咧，啥物毋讲，你偏偏要去讲天鹅宴的代志。你敢无跳真紧啊？有甲味道酒有见面啊？是后壁哦，迄是后壁，无错，你的记忆可能小可有咯。我那边会讲到遐，我那边会讲到遐。就是因为伊是处理完即个都督府韦德安的代志了，先回到伊行宫，真袂爽诶。无错吼，就等了就是拄则都讲即个杨淑妃的爱妃看到伊敢若心情无介好，条工要去甲伊开讲，啥物毋讲，偏偏要讲天鹅宴。你讲就准拄煞，你搁伫遐圆甜。但是人心情就你歹啊，搁圆甜搁毋捌，我咧做啥？伊就讲。皇上，你毋是答应新妾，咱若来到洛阳，就要办即个天鹅宴。为什么已经来遮济工啊？拢无看到天鹅的影子？皇上，你陛下你骗人啊！吼，伊当尼讲，该塞奶的。这个摇一个安尼，吼手甲抓咧，迄手甲扣咧，摇一个，皇帝一时间煞毋知要安甲应，或者然后就土大开啊！想袂到这杨淑妃吼，佫想讲佫来去甲塞奶一个好啊！我来。模仿一下吼，我声较粗，可能无法度模仿这杨淑妃，我逐个啉奶者，伊就讲陛下，人想要食天鹅肉，人要食天鹅肉啦，就是安尼哦。都今日讲到即个素还真嘛，吼，拢共一个人配音，毋管查甫拢共一个人配音的，吼，咱就意思一个，来致敬啊，吼，来致敬一个，就是一直甲摇，一直甲摇。皇帝安尼吼摇一个火拢倒起来，本来也无代志。伊就一声自叫，当时一喙尾就甲扇落去啊！扇即个杨淑妃，害杨淑妃跋伫咧涂骹，伊就讲皇帝足无欢喜，就讲洛阳到处出汤河，哪有珍贵的天鹅，拢是伫遮岩浆子啊！想要食天鹅吧？才会来即场的大风波。但讲到这先爱甲大家提醒一下，最重要就是家暴、家庭暴力是绝对袂使。不管恁某偌鲁，恁男朋友、恁女朋友，还是恁某，还是恁翁，还是恁啥拢共款，袂使因为即鲁你就甲袂当动手啦，还有做家暴啦，不准动手吼，这是绝对袂使吼，这是过去的故事，千万毋通安尼做。这个杨淑妃。皇上安尼呆一个吼，呆就是咁拍落，呆一个，就伫遐靠地靠踏，一直提靠安尼就靠讲，天哪，我哪会变成一只岩浆子？吼，伊就哇，会记得无？咱之前你讲闹收闹收，吼，迄场就去食走入去即个味道叫因兜的时阵，美夫人一生气，是毋是就骂迄阵去食讲即个岩浆子啊，想要跳上八仙岛，吼，就是即个感觉，吼，所以。迄个时阵去食是酱子，当然杨淑妃嘛是酱子，为什么你讲酱子？伊拢安尼
这出戏吼，常常拢有这个特性，就是重复伊会安尼一的事啦再一再甲嘿头前嘿用过的物件，佫甲摕出来嘿做对应。但是佫无共款对象，甲趣味。伊互你这个对应的感觉真特别吼。话讲转来，这个杨淑惠哭到一半，雄雄听到天边传来这个鸟仔伫叫的声，伊就赶紧去甲皇上讲啊，甲皇帝讲皇上，请看迄个分站内北方有天鹅飞对咱遮来。太宗就听着就紧张，紧去遐看者讲，迄边哪是天鹅，迄是秋雁呐，秋雁就是秋雁啊，伫飞大只迄款鸟啊，嘛是，甲鹅差不多啦。有当下看，咱遮其实有当下看会着咧。杨淑惠就是甲讲，哎呀，伫天顶飞拢嘛叫做天鹅。安尼怎灵机一动咧吼？伯下啊，要叫起落声叫袂出来。伯下，前日有两只天鹅飞到咱翠微宫。即马天顶飞的甲迄两只并无不同，是一模一样啊！伊就是安尼讲，看起来很看美。皇帝一听就想讲，哎，妙啊，妙就是真好安尼。好啊，讲了有理咧，当然感觉讲这代志就有解啊，心情自然就好啊嘛。对，去关心伊的即个爱妃，甲笑笑一下，好短讲信一下，大家要去笑笑一下。再次提醒毋是讲恁的即个厝内人甲你拍一下，佫甲你笑笑都无代志啊。家庭暴力袂使，绝对袂使去骹动手哈。伊嘛要甲伊就是讲要甲笑即个杨淑惠吼，甲回者不死。咱尽量用着回即个字。我尽量伫即个 Facebook 顶悬有写啉酒会奇妙。想要知影意思，你就家己去 Facebook 顶悬看。回即个字真侪意思啦。即个回意思嘛有即个回讲歹势意思，还是拍者招好的意思。嘛有做临时起意啦。譬如讲，伫遮伊是回不时，你讲的意思就是讲，甲讲者歹势，失礼一个，对不起。有当时咱若甲人有一寡无欢喜啦，安尼嘛讲，你甲回一个就好啊。即个回一个毋是讲甲伊去冤家哦，对，迄就是讲点个头，点头一个歹势安尼啦。甲点头一个，甲讲者歹势啦，都真一个误会，迄个感觉，或者回不时。因为社会当然就是爱人性嘛，就爱交一煞吼，较爱人性。挑工伫咧啼啼哭哭，佫伫晒太，讲皇帝你当讲信一个，你即马买就是买互我甲你拍转来吼。当然皇帝九五之尊，哪有可能互你信水皮？所以甲动落来，伊讲讲即个虽然讲傲大君王，朕就灭伊九族吼，就是因为我是皇帝九五之尊吼，哪有人会使拍皇帝？即句话伫后壁就会出代志，所以咱都爱甲会记哩吼。伊就讲虽然讲傲大君王，朕就灭伊九族。即个时阵，杨国公拄好，即个邦显陵杨国公拄好来求见吼，杨淑惠就先离开啊。重点伊啊。邦显陵来了，就甲问讲。咱要办的迄天鹅宴的8只天鹅咧，就问即个老国公啊，老国公就叫别人去做嘛。老国邦显陵就甲讲，都找无咧，颠倒是颠倒，太宗就来甲讲，你看定列控制过，迄是啥物啊？就天顶伫飞遐。邦显陵讲甲应讲，迄是秋雁夜还野鹅啊，秋雁就是野鹅的意思。皇上随学即个杨淑惠讲，天顶飞的鹅，不就叫做天鹅吗？对啊，妙啊，用妙啊。邦显陵一听到讲皇帝就要决定即个紫雁为鹅，就赶紧甲皇帝禀报讲，伊查访洛阳关已经掠着8只的秋雁，但是即个关灵秘道叫毋肯进献。伊讲即个人较古板，不知宽便，绝对毋肯以假冒真。敢若会使请陛下出旨宣教咯，就是请皇帝下圣旨。即个味道叫伊就蛮老实。你若无直接靠圣旨要求伊送来，是无可能送来。私底下考劝伊，毋知你啥物人毋肯接受。但毕竟皇帝这办法是指鹿为马，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是出自这个司马迁这个书记，书记当中都有嘞，会使去查看卖你若是用这个台语若用俗眼来讲，会较接近。比如讲，你会使讲死龟正甲变外比，就共款意思。当然指鹿为马故事你家己去查啦，我都无搁伫遮介绍啊。但是因为皇帝是指鹿为马，怎好圣旨催加？所以皇帝决定亲身出马，想讲趁即个机会嘛，会即个美冠陵。即个时阵会是
见面的意思哦。咱所以都讲花是嘿七个意思，即马花是见面的意思。这个花的用途真济，是，真正侪啦。嘛私底下吼，皇帝想讲啊，做用即个一般人的身份来抗议即个献俄进宫，吼歹势用皇上的身份啦。因为我头前甲叫大家讲啊，恁着爱乖乖啊，迄落袂使弄虚行杂，打算叫人做歹代志。伊即摆要微服出巡来的。讲倒来故事本身就知影讲，即个李世民打扮白身，装作算命先的，吼，就往到即个味道酒的府中。即时阵味道酒伫咧创啥咧？除了烦恼，伊嘛无得创啥，就是烦恼啊，就是烦恼啊。其实即段吼味道酒有一个个人的即个舞蹈的表演，吼，你若有看过戏就会知影吼，去表现讲伊即个敢若插头红啊在人迄落感觉吼。那即个部分，毋管听我安那讲啦，拢比袂过你亲身入去剧场去甲看吼。迄段是确实你迄个感受，迄个舞蹈的感觉，确实一个人跳。小米是来，小米老师是确实有厉害。总共一句味道酒吼，经过因某的即个建议吼，反正就是知影讲啊，家己嘛无可能去交会出这百只天鹅啦。决定要写一本的奏章，痛定灾情，同时要诗歌吼，无做上大嘛，歹做啊，袂紧做。其实伊伫咧想要诗歌的时阵吼，有一段甲因某的对话唱词，就即足古锥的一段唱词。伊就问因某讲：你感觉会记得咱故乡的臭豆腐蛋咧？有。因某就讲有啊，我知影吼。味道酒就讲，即个黄金有时也会落价，牡丹失色也会输山地。只有臭豆腐毋惊有卖无人买，爱食的人是满市街。即段其实我有捌做一撮调整，利用伫咧咱讲宜兰半岛美食高早迄一集，然后我捌调整过，用摕来使用，其实就是出自即个所在啦。说落来，两个人就一句起一句对，就讲啊，即个偏着人就嫌伊臭。食入去嘴内，人就学落好，好食啦哈，好食。只偏无食就会起骹走，走后若想起伊的臭芳就会喙烂流。我即段甲迄个臭豆腐的特色拢表现甲非常精准，非常准确。用字佫白，但是又佫古锥，佫看有吼，有感受。所以人讲这写词的时候，比如讲因某照你讲，就是即款较小可土直，小可较家己无读伤济册，但是真古锥啊，迄款的感觉，所以伊用词伊就袂用甲足文言的，比如讲彭贤玲甲皇帝伫讲话就足文言的，我都系用这个词就较文言。但是伊甲即个味道，甲因某伫讲的时候，两个人就较白，像咱，但是拢足古锥的。像咱伫讲安尼，所以就讲伫写这词的时候，毋是你熬写就好，你爱因每一人出发，伊的个性是啥物，伊的背景是啥物，去写无共款的代词，这是真特别。反正就是两个人讲规半步啦，就决定讲要来写即个奏章诗歌咯。即个时阵厝内使用人就来禀报老爷，讲问我有一个算命先生要来求见老爷。大声味道就是讲。我伫咧做秀，就来一寡去食。即马要诗歌，过来一个算命先。哇，够晦气的吼！规工吼，有点舞猪舞狗，佮讲毋见，不爱啦。但是美夫人随甲动落来，伊就讲。老爷，你若毋是即个八字无正，就是五行破拍，也是爱见较好。两个人就伫那边讲见，那边讲毋见，来回，这就甲当时即个去食要入来进前，等到是即个老爷讲团，即个夫人讲赶，伊拢足济共款即款的对应，即拄好颠倒边，原本是老爷爱伊入来，夫人无爱放入来，但是夫人爱伊入来，老爷无爱互伊入来。最后这边就是因某赢，所以就顶届是即个老爷赢，所以去食入来。这届是因某赢，算命先生入来，对，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就入来啊，伊就叫做即个算命先，家己即个背景人物，日本的人物的背景嘛拢设定好啊，你知无？伊讲滨岛内五味山清溪道长问下发号显苗，家己名拢好了，好安尼。拢准备好啊。但是因为味道无信任伊嘛，就是走江湖的嘛，伊就甲讲问，伊就听讲甲考试啦，问讲，请问敢问先生为何既看相又算命咧？甲摆，皇帝毕竟是皇帝啦，话一出嘴听起来敢若有道理，迄个感觉，伊就讲，若讲看相，那是为看命；算命，那是为算运呀，
安尼好为命，好为运啊！嗯伊讲命者为行骨相，天生而成，所谓命中注定也。运者流年变化数时不同，所谓时来运转也。所以人会讲改运，对吧？想要去改时来运，运转啊，要这改要你创啥呢？水到渠成啊。但是有诶物件是命中注定，都无共款吼。命中注定你就无法度啦。对，所以咱之前伫咧即个 Facebook 顶管嘛有写过一篇叫做“命带骨，用刀写袂论”吼。当刀写袂论。嘿，那有兴趣会使去即个 Facebook 顶管会使看，吼，都有即个款的话。我讲是讲较真好听啦，但是因为味道久都无伫甲信道，就讲啊臭单，等你甲讲，即声皇帝就一定要小可点一个功夫，才有法度互味道久会信任你，所以伊就条讲啊，我来替老爷算命，一门岁数讲50春秋，就是50岁啊，拄好50岁，伊就条讲嗲假鬼假怪嗲算甲敢若有影共款的啦。其实都资料做跳羽毛目屎加走安尼吼，黑白嗲念吼，啊算讲哎呀，吼向哎呀一声，甲因翁仔某惊一个着对涂骹呢吼，算命先就是咱即个皇上就条讲老爷即个命正是9分秋色8分秋，竟有一番的风雨在心头。吼，就是即个头即个字较特别是一般吼，咱会讲头嘛，吼。那有诶所在会用着即个头，吼，较文言诶念法用着头即个字，真少看着念头啦。但是因为这可能甲伊诶押韵甲歌戏腔有关系吼，所以伊为着遮即边诶押韵是安尼念吼。那顺味道久当然听伊安尼讲9分秋色8分秋，竟有一番风雨在心头。伊就甲因讲啊，莫搁遐走江湖啦，走江湖什么意思咧？变神啊你啦呢？迄其走江湖就是讲过去一寡算命，表面上讲是算命啦，就是讲一寡有诶无诶，人喙花。变神啊，你听有无？变神啊是骗子啦，所以就是伫世界安尼江湖上走来走去，走江湖吼。皇上即个时阵呢，就爱使出伊诶大招啊，吼，安尼你安尼佫无相信我嘛，吼，所以我爱使出大招。皇上就讲，我拄则讲的即句参语，是吻合着老爷你的生辰八字，我算出来老爷你一向极心自爱，我安尼听着尔，都无共款咯，吼，老爷就向吼，无共款。既然咱就知影讲，我因为伊就是定定讲，我明明做一个清官，煞定定爱遭受遮个压力，吼，所以一听着人讲，我知影我是极心自爱，就小可有兴趣啊。皇上煞落去讲。这30年，你行过18关，你业尾了，我业尾做人，佫心情烦。处方款贵你毋愿，要武术黎民，你又欠实权。若有妻儿来亲平原，即个人情世故，你佫顾袂周全。如今你是顶尖的逼风春乱，走投无路，佫无厝可叫冤。这段有足熟悉无？已经出现第3遍啦。头一届是味道去家己甲去食讲的，第二届是去食伫皇上面头前讲的，即届踅转来换去皇上伫咧味道去面头前讲，我都踅一个空啊，踅一个转来啊。所以就讲伊一开始伫做即段时阵，都甲即个物件安排好，就是最后佫回到伊家己身上，这是上特别的所在。所以就是伊就即声即个味道去人家某就听甲啪啪啪啊，你知影讲哦，那遮准啊呢？知影甲遮准啊呢？嘿，讲甲遮厉害。美夫人就讲啊，无嘛请先生替阮老爷算一个后运，后壁要安怎解决？总算皇着找着机会啊！伊就讲即个天机不可泄露，来请夫人先离开啊！剩伊甲即个老爷来讲就对啊，两个人讲就好啊。嘿，即个时阵呢，伊就开始口讲味道，就讲啊，你的时来运转，全怪你这8只天鹅的身上，就是有这8只天鹅。那味道就想讲啊，哪有啥物天鹅啦？都只都一寡去食油甘无主收集来一寡野鹅尔啦，吼。毋管皇帝安那甲苦劝吼，伊就是毋肯送鹅进宫。我就讲我迄都毋是天鹅咧，送迄要创啥吼？讲到尾两个已经伫要变面啊！如讲安那苦劝袂听嘛，生气啊！佫毋敢下圣旨，佞旨，佫袂使讲，佫袂使下圣旨啊，生气，逼不得已。圣旨。唐太宗只好就讲：你既是朝廷命官，却不知皇上之心，你何为忠？为人不知通权达变，你又何为灵？就甲怪罪啊，就对啊。这个味道叫一听，佫较生气。伊讲你凭什么会甲我讲？今日皇上则告诫心下爱修学好过实事求是。皇上哪有可能叫我做出这款瞒天骗地的代志咧？伊拍死毋相信。皇帝伫面头前甲讲，毋相信咧。哎呀，毋知伊皇帝啊！即声皇帝煞
无话通应，对讲一个煞毋知要安怎创，确实因为这是伊家己颁布的旨意，对啊，最后逼着啊伊就讲，万一皇上遇着咱国之师嫁出无奈爱你去做，你敢敢控制不准？当然味道舅就想讲，你使用皇帝伫咧吓惊我，无你什么人？你甲威胁，嘿，无毋对，你是什么人啊咧？敢用皇帝来甲我压？算命先生挡袂掉啊，要讲出伊真实的身份啊！伊讲我若是当今的天，天话还袂讲了。味道舅随甲动讲，你想要创啥我袂讲出嘴是出代志的。伊讲你也敢冒充皇帝，你实在真大胆，一喙甲逮落唐太宗捌对杨淑妃讲过，啥人敢傲大君王，定就灭伊九族。这声味道舅千金一将打皇上，一家大细都爱遭殃。因一家伙仔敢有可能逃过死劫咧？咱就等后一回的故事啦。等伫这上重要的所在，大家期待一下，无毋对。咱今日的故事到这为止，所以对这个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就是听到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 留言互我。另外嘛，使去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来找这个亚特聊聊天，来跟我互动。有啥物代志想要甲大家讲无？好，无安尼就好啊，忝啊。忝啊，好，咱今日就到这为止咯。咱就下礼拜再会，再相会。拜拜，拜拜，谢谢。拜。